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香港置業黃埔區嘅陳生。今日咧，我哋嚟到半島浩庭睇一個實用653尺嘅高層間隔2房半嘅單位。咁我哋一齊睇睇啊！好，咁嚟到呢度咧，今日介紹就差唔多啦。如果邊位想查咗一啲紅磡區內嘅1、2手資訊，歡迎聯絡本人。多謝。